大家好，我係李榮漢 Tony。我係 Nathan the Superhero。我喺香港做幼兒教育嘅。你係老師嚟㗎？係啊，同時都係帶職侍奉主耶穌嘅，用布偶講聖經故事，向人哋傳福音。大人細蚊仔都有嘅，但係最主要對象就係小朋友啦。我有一個仔仔，一個女女，但係我仔仔喺6歲嘅時候，因為交通意外受到好嚴重嘅創傷，導致生命同埋腦部亦都受損。後來我太太因為癌症病逝，我翻咗主耶穌嗰度咯。但因着神嘅恩典，賜俾我哋信心同埋勇氣。外在環境雖然冇改變，但係心裏邊從神而嚟嘅愛充滿喜樂同埋力量。幾年前啊，我同我仔仔出版咗一本書，以我嘅仔仔作為第一身嚟寫嘅，唔單止講述我哋嘅故事，更能夠表達內心嘅世界需要同埋感受。嗰本書叫做《與爸造世界》，意思即係同爸爸一齊創造美好嘅世界，因為神賜福俾我哋亦希望我哋嘅生命見證能夠成為別人嘅祝福，成為別人嘅鼓勵同埋希望。呢本書圖文並茂，裏邊好精美嘅插圖，係我好朋友，佢叫做 Jonathan Chong 啊，佢話好叻㗎。最近呢本書仲出版咗英文版添。係啊，過去幾年呢，我好高興有機會同北美嘅基督燈台協會合作，一齊侍奉神傳揚福音。我好認同佢哋嘅異象家，喺呢個世代爭取時間，爭取機會顛覆傳揚福音，裝備信徒，造就下一代。所以我願意將我呢本書攞嚟作為義賣，係啦，支持基督燈台嘅事工，籌募經費同埋建設宣教村，請大家踴躍支持咯。願神祝福你，願神祝福各位，再見，主耶穌祝福各位。